最近面對身體上嘅軟弱，我發覺同之前經歷嘅癌症復發真係有啲唔同。雖然未至於恐懼，但總係覺得唔安樂。其實手術之後我康復得好快，第二日已經可以出院，第3日已經行得好似平時一樣。但真係冇諗到一個星期之後收到嘅病理報告，竟然發現癌細胞已經影響到其他地方。由於落差太大，我心入邊即刻沉咗落去。原來自己仲未預備好去迎接呢啲唔如意突然嘅轉變，信心都因為咁起起落落，而且我都驚自己會變成一個要人照顧嘅病人，因為我好清楚我仲有未完成嘅託付同任務。一個咁軟弱嘅身體，將來對我侍奉一定會有好大拉扯，無可否認。我嘅信心呢一刻真係俾人撼動。原來神就係要截住呢件事，等我睇清楚自己真正嘅屬靈本相，唔好活喺自我感覺良好嘅假象入面，反而要真真實實面對內心嗰份不安，安安靜靜嚟到父神面前，誠實咁講：父啊，我信，但信不足，求主幫助。天父提醒我，聖經入面有一個好有意思嘅對比，施洗約翰見到耶穌嚟到佢嗰度，就話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這就是我曾說，有一位在我以後來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來在我以前。但當約翰被拉咗入監之後，佢就打發人去問耶穌：那將要來的是你嗎？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？可見當疑惑進入人嘅心，無論之前幾咁充滿信心，就算係自己親口宣講過嘅說話，都可以完全唔記得晒。因為約翰嘅疑惑，佢嘅服侍正式畫上句號，而耶穌嘅侍奉就正式開始。約翰入監之後，耶穌嚟到加利利宣講神國嘅福音。西門同安德烈喺海度身亡，佢哋本來係打魚嘅。耶穌同佢哋講：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蒙得人如得魚一樣。佢哋就立刻放低晒啲網，跟咗耶穌。當約翰因為入監而生疑惑嘅時候，彼得同安德烈卻用一種非理性同超自然嘅信心，撇低一切去跟從耶穌。但係到耶穌被賣嗰晚，連彼得自己都冇諗到，喺雞叫之前佢會3次唔認主。天父提醒我，人最緊要係自知，唔好無知，亦都唔好自欺。天父比我哋更加清楚知道我哋嘅軟弱，只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啫。我向父神悔改，我寧願真實去面對自己嘅軟弱，都唔想活喺一種口號式嘅自信同自欺入面，因為口號喺末世係一啲都救唔到人。呢件事等我更加明白，父神你係信任我，先至會容許試煉臨到我身上。我向天父講：你可以試煉我，但我會堅定相信你，因為我點敢去試探你？末世嘅患難逼迫就好似一面照妖鏡，必定會照出每個人嘅真情，無人可以逃避，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但呢個天國的福音一定要傳遍天下，向萬民作見證，末期先至會嚟到。唯有喺火嘅試煉中，以信心活出嘅見證，先至係有血有肉，人哋可以聽到、見到同摸到嘅活見證。亦都唯有咁樣嘅生命見證，先可以顛覆呢個彎曲悖謬嘅世界。